大家好，我哋係顯恩中學嘅同學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創新嘅工程項目。呢個係專門設計嘅機械人，旨在探測並監測地下大型供水喉管嘅狀況。香港不時發生喉管爆裂事件，例如2024年11月喺東涌發生1.2米直徑喉管爆裂，導致數萬名居民同埋酒店客人冇辦法正常使用供水。呢類事件不僅影響咗我哋居民嘅日常生活，及早發現同埋預防喉管爆裂事件至關重要。我哋嘅理念係創建一個能夠持續監測水管狀況嘅機械人。呢款機械人會喺水管外圍嘅通道運行，持續收集有關水管嘅各種數據，包括溫度、濕度、震動同埋聲音樣本等等。呢啲數據有助我哋更加全面咁掌握水管嘅健康狀況，並且預測有可能發生嘅爆裂事件。因為有問題嘅喉管多數會有滲漏或者噴灑嘅情況，會產生雜聲。傳統上，水務署會依賴經驗豐富嘅技術人員，利用耳仔去聽取水管發出嘅聲音嚟判斷佢嘅狀況。但呢種方法會存在一定嘅局限性。第一，我哋唔能夠判斷喉管問題係幾時出現嘅。我哋嘅意念係針對90mm 級數嘅大型喉管，將喉管嘅外壁加厚，並且喺中間開設通道，以免機械人行走。機械人唔會同喉管裏面嘅水有任何接觸。機械人嘅設計考慮咗多個方面，最初嘅機械人厚度超過60mm，咁樣需要大幅加厚喉管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隻10mm 厚嘅機械人，咁樣只需要將喉管嘅外壁加厚15mm，就能夠開設到一個足夠呢個機械人行走嘅中間通道，減少咗喉管嘅總厚度，亦都降低咗製造成本。以下係我哋構想嘅通道設計，通道唔單止係喉管嘅一邊，而係包圍喉管嘅各個部分，減少機械人收集數據嘅盲區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收集到更加精確嘅聲音樣本，而且係持續數據。如果有滲漏或者爆喉發生，可以揾翻該段時間嘅數據樣本，並且透過 AI 去分析數據，建立喉管聲音同爆裂事件之間嘅關聯模型。喺供電方面，我哋會喺每個水管檢測節點設置無線充電裝置。當機械人每走一圈就返去充電站嘅時候，利用 NSC 檢測到適當嘅位置，佢就會自動停低進行充電，確保機械人喺長時間運行裏邊唔會因為電力不足而停止工作。當佢充好電之後，控制程式會令到佢按時再出去收集數據。此外，每當機械人到達檢測節點嘅時候，會將前一圈收集到嘅數據透過無線傳輸方式到我哋嘅收集器，再以 MQTT 嘅方式傳去數據中心，以免進一步嘅分析同埋儲存。我哋預計呢款機械人能夠喺水管內部持續工作5年或者更長嘅時間，直至電池老化需要更換為止。呢項技術唔單止能夠減少爆裂事件帶嚟嘅社會問題，亦都能夠提高供水系統嘅運作效率。同傳統抽樣檢測方式唔同，我哋嘅方案能夠持續監測整個水管系統。透過持續監測同埋數據分析，我哋可以及早發現潛在問題，從而減少爆裂事件嘅發生，減少維修成本同埋社會影響，保障居民嘅供水安全。透過呢項技術，我哋希望能夠為香港供水系統帶嚟革命性嘅變革，讓我哋更好咁樣管理同埋維護水管網絡。多謝大家。